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ddie。未來咧最受矚目嘅北部都會區又有新樓盤啦。今日咧帶大家嚟到尖沙咀呢度，因為會德豐咧嚟緊會喺古洞站嘅站上蓋咧就會有個新樓盤，就叫做 Park Silicon。而家咧我就正喺示範單位嘅現場，可以望到我身後邊啦。其實呢一個盤咧嘅最大賣點就係2027年咧就會有古洞站通車啦，一站雙線去羅湖口岸同埋落馬洲口岸啦，或者去港島 CBD 都一樣咁快。嚟緊咧會同大家參觀3個嘅示範單位㗎，包括1房、2房、3房。而家即刻去片。如果你係家庭客，首選就3房單位啦。呢一個咧就由1B 座18樓 A 室搭建，實用面積604尺嘅3房。而家入去睇下。咁可以見到門口入嚟咧，我哋先睇咗廚房位置先啦。呢個廚房咧就 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配備都係明火嘅設備，就3個頭嘅，都係西門子嘅設備。咁微波爐啊、雪櫃啊、洗衣機、蒸焗爐嗰啲咧，全部都會有晒。咁都係以翻簡潔嘅櫥櫃為主啦，全部都係白色啊，拼啲雲石紋咁嘅。咁我最中意咧就係門後邊咧，發展商已經配備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鞋櫃嘅位置啊。好啦，嚟到咧就係客飯廳嘅位置。咁呢個客飯廳咧闊咧都有成2.8米嘅，長咧就有5.1米，所以客飯廳咧非常之分明。你見到咧間隔都係非常之方正嘅，因為呢度咧就可以做翻個飯廳位置啦。如果呢度咧你擺個4人台咧，完全係冇問題嘅，因為空間咧完全係非常之夠嘅。咁另外呢邊就可以做翻個客廳位置。另外咧落地玻璃窗咧行翻出去就會係露台嘅位置。咁呢個露台咧就會做咗一個3合1嘅露台啦，所以冷氣機平台咧都會喺翻度嘅。咁但係你擺凳啊台啊呢啲係完全足夠有空間嘅，就會多咗個室外嘅空間。咁另外咧，走廊左手邊呢度就係浴室嘅位置。咁呢個浴室咧就係一個名廁啦，浴缸設計嘅，非常之簡潔啊！而家咧成日帶大家咧都係睇新鴻基嘅單位啦，好多時都好深色啊、黑色啊或者係深木色系。但係今次帶大家嚟睇嘅咧，你見到門都係白色啦，跟住旁邊全部都係啲雲石紋嘅，咁就非常之清雅嘅。好，另外咧咁就第一間嘅房。呢一間房咧就2米乘2米，非常之方正實用嘅。咁譬如你做翻書房啊，或者係小朋友閱讀房啊、音樂房啊咁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呢一間咧就同一樣嘅尺寸。好，之後睇埋個主人房先。呢個主人房咧就大約2.3米乘2.6米嘅，咁你見到個空間都好夠。如果你擺雙人床咧，3邊落床都係冇問題㗎。另外你仲可以擺個大衣櫃喺呢邊添。咁做咗咧就隔窗嘅設計啦，咁所以採光度咧都會好好嘅。咁另外窗咧兩邊窗都可以開嘅。咁呢個咧就冇套廁，純3房嘅一個間隔，604尺，我覺得非常之實用。因為你話佢廳啊房啊都夠大嘅，咁同埋604尺又開到明廁啦。咁唔知你哋對呢一個單位中唔中意咧？嚟到上車首選嘅2房單位，實用面積480尺嘅緊廚嚟嘅。我哋睇下會德豐480尺緊廚嘅2房單位開成點啊！好啦，呢一個咧就唔係交樓標準，係發展商嘅大裝修家私單位嚟嘅。一入到嚟咧，見到就會係廚房嘅位置。不如我哋睇咗廚房先啦，有晒明火煮食爐啦、西門子嘅設備啦，呢啲全部一應俱全㗎啦。咁亦都會有個大窗嘅。大家見到咧門後邊咧仲會有一個鞋櫃嘅位置嘅。咁呢個我非常之中意，因為如果咧冇咗呢個位置咧，有時就喺客廳嗰度咧特登要擺個櫃擺鞋咧，未必擺得晒。好啦，見到飯廳個位置咧擺到張4人台啦，呢邊個空間咧都夠晒嘅，而且客廳個位置咧，呢度都非常之方正，非常之分明嘅。大約咧就有4.7米乘以2.6米。咁行翻出去咧就會係露台個位置，露台咧就做咗一個3合1嘅設計。咁所以見到咧可以擺台擺凳啊，擺晒你種植嘅植物咧都冇問題嘅。而旁邊咧就會係冷氣機平台嘅位。好啦，我哋入去睇下啲房間先。咁喺走廊咧，右手邊呢度係浴室，咁呢個浴室就淋浴間設計啦，而且都會有窗嘅。大家見唔見到咧？會德豐佢哋呢幾個嘅發展商本身嗰個示範單位咧，全部客廁啊都會有窗喎，咁我覺得幾好。跟住另外咧就細房呢個位置，呢個細房咧就2米乘2米，本身發展商就做咗一個兒童房啦，咁單人床啊、衣櫃呢啲擺晒冇問題嘅。另外咧就主人房，咁主人房空間咧都相當之夠嘅，因為都有2.1米乘2.6米。咁擺到雙人床之後咧，呢度就冇3邊落床啦。不過呢度咧就會有一個空間咧，俾你可以擺到衣櫃啦，同埋一個細細地嘅化妝台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實用面積480尺嘅2房緊廚嘅單位。如果你係港深出勤或者投資客咧，咁首選咧就係呢個1房啦。呢個1房咧就位於1A 座嘅18樓 B 室，實用面積咧就321尺嘅，入去睇下。
咁可以見到咧，門就已經有一個本身發展商交樓標準嘅電子鎖啦。之後咧就會係一個一字形嘅廳嘅，咁闊都有成2.5米。如果咧喺門口咧落翻出嚟呢個長度都有5.4米嘅，所以都相當之闊落嘅。而且另外呢一邊咧仲做咗一個 L 型嘅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跟住配備都係西門子嘅設備嚟嘅。咁你可以見到有洗衣機啊、雪櫃啊或者微波爐呢啲都喺翻晒度噶啦。之後我哋望下先。喺客廳出邊呢一度咧就落地玻璃窗，行翻出去咧就係露台個位置嚟嘅。咁個露台個空間咧都相當之大嘅，因為都有22尺嘅。咁如果你話擺翻台啊凳啊，咁完全冇問題。咁個冷氣機平台就會喺隔離。好，我哋再望下個主人房先。呢個主人房呢個空間亦都好大、好實用、好方正嘅。咁如果你擺到雙人床咧，呢邊擺書台、衣櫃都一定冇問題，夠晒空間。咁個浴室咧就會喺翻個主人房行翻入去呢一邊啦。咁呢一度咧就會以翻啲簡潔啊白色嘅為主嘅，咁就淋浴間嘅設計。咁你見個空間感咧都幾好喎，321尺開呢個。321尺咧，開呢個一房咧都開到好方正、好實用。嚟緊 Park Silicon 咧就會開放示範單位啦，同埋會有價單噶啦。如果你哋想密切留意呢個樓盤咧，記得 follow 我啦，拜拜。